现在就开车了。哎，好像这个好像是那个。哦，不是那种琴，我忘了。外边。拍不到他们。票票，我们票票现在票，别走吧，好吧，没事。是啊，这出来好了好久了，上几个小时了。看见无敌有州，老杜超前脚步，我打还能不穿北斗的衣服好没有是吧？差异不对，杨树杨在秋末不忘那个，别人大西边也嘛，红这边也嘛，河山这边也嘛在那，好阳光在看吧，老树。
你电线的。我还没做呢，我也发过了，我没有，我在这儿直播的。那个是说是谁的？他们跳里面的，里面的。手机拍一点，他们刚刚在第二圈那边。马上追上来了。去定焦，安德，去。手机还是好用，手机最好，手机最好用。
不可以去这儿，他每次开个10多秒钟就休息去了。它吹风吹过来都是香的，是啊，从这个方向吹过来的，就是香水，香水，好香啊！要泡吗？我给你吹一个，好吧，我说。他很抗拒。不对，他不会。他说了一般右边扎朵花。
唱台一个那个小女孩唱得也好。来了吗？看到。哎呀，高兴吗？哎呦，好累啊！啊，好累呀，我抱一会儿。全汗水都出来了。对。这边又过来了。
这个伴奏的又响了。开，还有冲过来了，哦，帮忙，帮忙，啊，不跳好高。要请家长为主，要就是星期的任务比较多，一般都要加班。因为我们家里面老师很多，非常多。我妹妹也是老师，一般早上7点多到晚上12点、23点钟回家，一般加班好多。班主任还要兼语文、兼英语、兼其他的教练学。